第二章，什麼是英國？本次演講重點介紹該國的基本組成和地理結構，是名術語並概述其主要政治劃分。一、英國的定義。A 正式名稱與組成部分。這官方名稱該國是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。英國的基本組成是4個國家：英格蘭、蘇格蘭、威爾斯、北愛爾蘭。B 澄清地理術語。英國這個術語指的是僅有的到英格蘭、蘇格蘭和威爾斯，不包括北愛爾蘭。其他條款，原文中使用的英國、不列顛群島或英國的等字詞通常指涉英國的每個人。愛爾蘭其他地區，除北愛爾蘭以外，愛爾蘭的其餘部分是一個獨立國家。二、與英國相連的領土。以下地區與英國聯繫緊密，但不屬於其中的一部分。皇家屬地，其中包括海峽群島以及馬恩島，他們擁有他們的本國政府。英國海外領土，這些地點位於世界其他地區，例如聖赫勒拿島以及福克蘭群島，他們也與英國有聯繫，但不屬於英國。三、治理結構。該國由治理議會在威斯敏斯特召開。然而，這是一個涉及權力分散的複雜系統。權力下放的行政機關，蘇格蘭、威爾斯和北愛爾蘭各自擁有自己的議會或集會。這些議會斜線大會舉行下放權力在指定區域內。對於英國永久居民來說，關於第二章，首先需要理解的概念是確定構成英國的各個國家。類比，英國如同一個4部分組成的行動網絡。你可以把英國的組成想象成懸掛在西敏寺上空的移動裝置。核心結構是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移動裝置的頂部橫樑。從這根橫樑上懸掛着4個不同的有配重的部件：英格蘭、蘇格蘭、威爾斯和北愛爾蘭。英國特指英國本土3國：英格蘭、蘇格蘭和威爾斯。該系統下放權力，這意味着雖然中央機構威斯敏斯特政府將整個體系維繫在一起，但地方組成部分蘇格蘭、威爾斯和北愛爾蘭擁有各自的地方機制、議會斜線大會，使他們能夠在某些問題上獨立行動，同時尊重該結構所界定的整體平衡。最後，皇家屬地，他們就像相鄰的小型結構，共用一條導線連接到同一個連接點，但卻是完全獨立的實體，擁有各自獨立的機械結構。第三章，漫長而輝煌的歷史。這些資料對於理解現代英國社會的基礎至關重要，也是獲得永久居留權所需知識的關鍵組成部分。